生年未享，月丝丝这年诞生，安偏诸王族。后出家修行成28祖法脉，为传禅法，远渡重洋入中国。南北朝梁武帝时代，健康宫中谈佛功德，皇帝自问功德多少？祖师大言是无功德，若知行识与不识相，仍在生灭有为中，教外别传，不离文字，直至人心间本性，不离经教，却不执着当下体悟其光明。此别宫廷美上颂，